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7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83天。当地时间2月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当天他就前线局势听取了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的汇报，特别是关于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以及库尔斯克州的作战情况。这个泽连斯基强调为了在今年谈判中取得成功，乌军士兵必须坚守的前线阵地。泽连斯基表示谢尔斯基还汇报了乌军组织机构改革等方面的情况。泽连斯基称他已经批准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向新组织结构过渡和组建军级单位的计划。所谓的这个乌军的组织机构改革实际上就是谢尔斯基他宣布乌克兰军队继续进行军事改革计划，将转变乌克兰军队现有编制，乌军将转而使用新的军团编制。乌军现在已经组建了多个军团，包括第9军团、第10军团、第30海军陆战军团。部分乌军内部人员呼吁谢尔斯基开始将旅编制转化为师编制。这个谢尔斯基还下令各兵种约5万名军人将被调往陆军，也就是空军还有后勤部队等等被充实到陆军以加强作战，开启轮换程序，就是让乌军在前线要得到充分的轮换，该休息就得撤到后方去休息。但是轮换那就需要更多的部队。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似乎又要迎来一场大决战。这个是凤凰卫视卢宇光从前线发回来报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乌军在北约的支持下，在库尔斯克集结了4.2万兵力，利用所有的重炮包括海马斯，准备向俄军发起一场决定性的生死之战。这个凤凰卫视说俄军已紧急调用20集团军重装备抵达谢列布良卡和塞维尔斯克洛克尼亚河一带，乌军的底气来自于北约全方位的支持。这个亲俄媒体凤凰卫视他认为在库尔斯克恐怕也迎来一场大决战。实际上乌军的反攻已经在这个库尔斯克这个泥浆中渐渐展开了。只不过乌军这次反攻它跟以往的反攻不一样，不像去年赫尔松大反攻那样大张旗鼓，给人感觉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有个方向。这一次乌军的反攻显得重点不明，给人感觉像是试探俄军防线的这个防御的程度。乌军在多处进行了试探攻击。根据外媒报道今天乌军第73海军特种部队渡过第聂伯河，到达左岸，控制了安东诺夫斯基桥两侧这个我记得在2023年乌军在这儿打了1年多，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两侧阵地那地方以前应该是个别墅区那这次乌军又来了，开始收复了左岸的达奇村。根据媒体报道说乌军已经进入北奥列什基市，俄军撤至奥列什基以北展开防御。所以说乌军反攻已经渐渐的在泥浆中开始。而这个俄军撤至奥列什基以北的叫康卡河左岸，乌军攻击赫尔松州南部，威逼克里米亚。这实际上就叫攻其必救某种程度上是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不管怎么说，在将来的这个俄乌会谈或者叫俄乌和谈中，乌克兰要掌握主动权，那必须要对战场上的俄军形成一定的这个叫压制或者优势，至少对克里米亚这个地方形成实质的威胁。不仅占了俄罗斯一块地这个库尔斯克，还威胁到克里米亚。这个克里米亚作为迪波老人执政20多年的一个成果，如果遭到乌军的威胁或者夺回，那迪波老人是没有办法向俄罗斯人交代。大家都知道现在在战场上俄乌双方都大量的使用无人机而这个乌军继续创新无人机作战，以保持其对俄罗斯的战术技术优势，并产生战场效果。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叫瓦迪姆·苏哈列夫斯基上校在2月3日接受自由电台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开发新技术，但不会公开这些技术，以保持技术主动权，并防止俄军使用此类技术。苏哈列夫斯基报告称无人机系统部队2024年对俄罗斯领土进行了220次袭击，使用了3500多件武器。苏哈列夫斯基指出乌克兰军队在2024年
12月和2025年1月袭击了超过15个俄罗斯的道尔什么防空系统，并指出乌克兰军队在2025年1月中旬在距离前线57公里处击中了一架电子战系统。苏哈列夫斯基报告说，乌克兰军队使用 FPV 无人机追捕俄罗斯侦察无人机，导致俄罗斯侦察无人机的使用量减少10倍，一物降一物啊！你有侦察无人机，那这个乌克兰方面就开发出了专门猎捕追捕侦察无人机的无人机。他还说乌克兰正在努力开发一种对抗俄军光纤电缆 FPV 无人机的方法，并生产自己的光纤电缆无人机。这个苏哈列夫斯基他还说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使用激光武器。是的，激光武器已经在打击一定高度的这种武器可以打击空中目标，包括飞机。消息称，乌克兰目前拥有一种名为三叉戟的激光武器。据称，乌克兰已经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激光武器的国家。这种武器可以击落高度超过2公里的飞机。这位乌克兰武装部队上校介绍说乌克兰无人机系统目前正在扩大和增强激光武器的规模。什么意思呢？双方在战场上这种武器的迭代升级一刻都没有停呢。为了这个压制抵抗这个电子战，这俄军不就使用这种光纤无人机？什么叫光纤无人机？实际上就是放风筝，后面有根线连，那这个肯定碍事你能飞多远？后面始终有根线呢。那乌克兰它就研制新一代的光纤无人机。这个俄罗斯媒体就是俄罗斯新闻社近日证实援助俄罗斯的朝鲜军队已全面撤出库尔斯克战区。这一消息不仅得到了乌克兰媒体，还有美英等媒体进行报道。根据前线传来的最新消息，朝鲜援军司令官金英福上将已遭遇重大损失，兵员伤亡超过1半，面临严重补给不足问题。为了保护残存的战斗力，朝鲜军队无奈选择撤离，暂时休整。这一变化显然未对俄乌战局产生深远影响。根据最新报道说乌克兰和美国官员透露，支援俄罗斯军队的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遭遇了重大损失，已整整2周未见于前线。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俄乌双方在这个库尔斯克都使用了这种最先进的无人，还有这个精准精确火炮海马斯钢雨就是在库尔斯克双方那是真正的绞肉战。你想想，这个还处于2战时期2战水平的司令官的人，哪见过这种阵势怎么可能适应得了呢？所以一上去没几个回合就消耗殆尽，伤亡惨重，所以只能撤回去休整。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军事援助。英国首相斯塔默2月3日表示，今年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军事援助。英国已承诺5亿英镑的经济援助，计划提供400万发弹药、160万件武器以及400辆军车，其中包括160辆哈士奇1车载地雷探测系统，并且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提供的武器系统攻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你看这个英国人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那是越来越坚决就在特朗普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就是这个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对吧，一次又一次的给乌克兰援助。这个斯塔默说英国将在2025年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这意味着可以稳定前线，可以提供他们需要的装备和训练。这就是为什么今年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将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根据路透社独家消息美国政府已恢复对基辅当局军事援助。消息人士透露，此举源于白宫放弃全面终止援乌计划，但政府内部就具体援助规模仍存在分歧。报道指出此次军援重启标志着新政府延续对乌纳粹支持政策，不过具体武器类型及交付时间表尚未明确。这是俄罗斯媒体报道那看样子是错不了俄媒它都报道美国重启援助我们再看一条新闻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与乌克兰就稀土资源达成交易。他还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远远高于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希望我们拿出去的东西能够得到保证。特朗普说我们希望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确保我们给他们东西换回稀土和其他东西。大家看视频We're telling Ukraine they have very valuable rare earth. We want what we put up to
go in terms of a guarantee. We want a guarantee. We're handing them money hand over fist. We're giving them equipment. European is not keeping up with us. They should equalize. And look, we have an ocean in between. They don't. It's more important for them than it is for us. But they're way below us in terms of money. And they should be paying at least equal. They should really be paying much more than us, but let's say equal to us. And they're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below. So we're looking to do a deal with Ukraine where they're going to secure what we're giving them with their rare earth and other things. 乌克兰啊，有丰富的资源，有锂，还有稀土资源。这个特朗普啊，他是个商人，他认为美国给了乌克兰援助，那这些东西你怎么还呢？所以他希望啊，拿这个稀土还有锂呀来交换。乌克兰恐怕有60万吨的锂的这个储量，这是特朗普亲口说的。对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乌克兰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自己点了。你也不能说特朗普啊叫落井下石，也不能说特朗普叫趁人之危。不过啊，有人啊看不惯，比如说德国总理舒尔茨，他就批评特朗普与乌克兰谈判达成协议的计划，也就是用美国武器换取乌克兰的自然资源。这个舒尔茨说啊，这种条件非常自私，并强调乌克兰首先需要帮助才能站起来，其资源应该用于资助战争结束后该国的需求。舒尔茨说的也有道理啊，就是大家要帮助乌克兰，资助乌克兰去打仗，而乌克兰的这资源呢，要用于战后重建。在舒尔茨看来啊，这特朗普那就是趁人之危。关于特朗普这个啊，我在很多节目都说过了。总体上啊，我对他呀没有什么立场，就是我不喜欢特朗普，我也不讨厌特朗普。但是啊，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所表态啊，那是极度的污蔑乌克兰的反抗侵略，对吧？一度扬言啊要停止给乌克兰援助，这一点不像民主党，所以我比较讨厌的是特朗普这一点。但是咱们话要说回了啊，截止到今天，特朗普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的这个行动，就他还没有采取实际性的这个实质行动啊，他还是停留在嘴上 PUA， 对吧？给乌克兰施压，给泽连斯基施压啊，通过身边的人放风，也就是他没有实质性的一些动作，所以我们也不能太批评过多啊，就是我们是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要看他说什么，最主要是看他做什么。那截止到现在他没有做什么。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经常会说啊，比如说特朗普也要去消耗俄罗斯，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愿望，因为目前特朗普他有2条路可以选，他可以跟普京沆瀣一气，他也可以选择消耗俄罗斯。特朗普这个人不好预测，就是他做什么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还是以看他做为主。但是他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做什么事啊，就是在俄乌战争这块啊，我对他其他的事情不感兴趣，什么关税啊，对吧？什么格陵兰岛啊，什么巴拿马运河，我不感兴趣，我只感兴趣啊他在俄乌战争这个态度，他的所作所为。我看有很多网友理解不了啊，有很多川粉，还有很多川黑，就我也不知道他那个脑子是个傻里吧唧的，你就不适合在我的节目看，对吧？也没人求你看，你去哪儿去哪儿，你理解不了这个你就别看，不要耽误时间，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作所为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这个侵略，那也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作为我来说呢，有的时候我担心他跟普京沆瀣一气，跟普京勾结，对吧？我当然希望他继续支持乌克兰来拖垮俄罗斯。所以啊，这个川粉川黑你都不要来看，我没有什么利益。他做的有利于乌克兰，那我就表扬他；他做的不利于乌克兰的反抗侵略，那我就骂，就这么简单。看行动，对吧？如果你也看不惯，那你自己做个节目，你也去骂呀，何必跑这儿耽误时间？说实话啊，我们一直说特朗普跟普京沆瀣一气，他们互相勾结，实际上更多的啊是特朗普这个商人性质给人的一种错觉，以为他肯定要跟普京俩人要秘密交易啊。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啊，你相比较其他的总统啊，奥巴马、拜登，你比较一下，其实特朗普对俄罗斯那才是真的狠，对吧？在特朗普手上，对俄罗斯那儿该制裁就制裁。没有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啊，逼着欧洲这些国家提高军费。大家想一想啊，你现在欧洲这些国家拿什么支持乌克兰？那都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里面，这逼着欧洲，对吧？从1.1%提高到2%、3%，要求他们做到就是军费啊。那他们肯定觉得在军事上面的投入就增加，才为他啊这个时候给乌克兰援助打下基础。整个欧洲啊，一
一年连供应乌克兰100万发炮弹都做不到，还是捷克啊大聪明，拿着钱全世界去买，是吧？欧盟承诺的啊100万发炮弹只交了30万发，那欧洲都是工业强国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对吧？特朗普他也就是对俄乌战争这块，乌克兰对俄罗斯，那他还是有态度的。当然了，他现在很多说法啊，我们也说了，他是两边压，两边 PUA， 两边恐吓，所以你退一步看，他让乌克兰拿资源跟他换武器，不就是在支持乌克兰吗？只不过他是个商人，他不想做亏本的买卖。那俄罗斯拿着钱在市场上都买不到武器啊，拿资源也换不到武器啊。所以说特朗普这个时候啊，能跟乌克兰以资源换武器，实际上就是在支持乌克兰。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网上媒体传的这个特朗普政府啊希望这个乌克兰在今年年底前举行总统选举。那么路透社报道啊，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利特温当地时间表示啊，若美国希望乌克兰在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后举行选举，而这就是美国结束俄乌冲突的全部内容，那么这一方案将是失败的计划。这个利特温说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凯洛格完整的采访，只有几句关于选举的引述，因此很难全面评估他的立场。如果他的计划只是停火和选举，那么就是一个失败的计划。普京不会仅仅因为这2件事就受到威胁。利特温呢，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告诉路透社，而这个俄罗斯的新闻发言人呢，叫佩斯科夫，他就直接说啊，乌克兰的选举对于未来的谈判很重要。俄罗斯的发言人重复说啊，与乌克兰总统的谈判不能进行，因为他是违法的。也就是佩斯科夫就直接挑明要换掉泽连斯基，换谁上呢？换一个愿意投降的人上。而这个泽连斯基怎么说呢？泽连斯基说啊，普京害怕与乌克兰直接谈判。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害怕与乌克兰直接谈判，相反，他在重申陈词滥调，即这是一场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因为普京不能直接跟乌克兰谈，那谈的结果啊，如果对俄罗斯不利，他怎么解释呢？如果他跟美国谈，他可以解释成北约或者美西方集体对俄罗斯施压，欺负俄罗斯。你总不能说乌克兰欺负俄罗斯吧？自己库尔斯克被人占了，然后死了上百万，对吧？死伤上百万人，消耗了这么多钱，最后你说你被乌克兰欺负了，你说你怎么向俄罗斯人民交代？所以他的谈判对象一定是美国。这个泽连斯基说啊，在普京看来，直接谈判就是直接跟乌克兰谈判，代表着是他的失败，暴露了他的软肋。然而他依然固守陈词滥调，坚称这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因为他无法承认自己将输给乌克兰。泽连斯基说啊，俄罗斯人不愿意以公正方式结束这一场战争。而这个欧盟的外交部长叫卡拉斯啊，他说啊，普京真正害怕的是民主的扩张和欧盟所代表的价值观。这个说法跟这个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不谋而合啊。欧盟副主席兼外交防务专员卡拉斯2月3日在2025年欧盟大使会议开幕词中表示啊，支持乌克兰应该是欧盟和欧洲外交的首要任务，因为俄罗斯战争对整个欧盟构成了深层威胁。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准确了啊！如果这一次俄罗斯如果不失败，如果这次俄罗斯得逞了，那整个欧洲在10年之内还要来一次更大的战争，甚至欧洲啊永无宁日。这个卡拉斯说啊，无论你在世界哪个地方工作，或者你离乌克兰有多远，重要的是我们都要了解俄罗斯在那里的真正意图。虽然你们是我的首要任务，但乌克兰必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为普京想要整个乌克兰，而这不是他本该拥有的。卡拉斯说啊，普京并不担心来自北约的虚拟的威胁，那只不过是俄罗斯掩耳盗铃的虚假说辞。他说啊，如果他真的担心北约的进攻，那么他就不会从北约边境撤军，并把军队派往乌克兰作战。他把芬兰边境的部队全部都撤走了。如果他怕北约的话，他这个人不怕芬兰进攻他夺回失地吗？前苏联从芬兰啊可占了不少地方，芬兰到现在还耿耿于怀，伺机要夺回去。那俄罗斯为什么不害怕呢？他把所有的部队调到乌克兰。所以说北约的威胁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普京真正害怕的是民主的扩张和欧盟所代表的价值观。我们说通俗的啊，班上的最差的学生转学了，这俄罗斯就变成更差了，倒数第一了。本来他倒数第二，或者班上的差生啊都转了，那就显得他一个人，这也不行。这就是有些黄俄啊不希望普京倒台的原因。如果普京倒台了，那你说热衷啊搞大头的这种事情，那这变成一个国家了，或者极少数几个国家，这显得就孤掌难鸣，显得就有点
突兀。这个卡拉斯强调啊，俄罗斯唯一能理解的语言是实力。翻译一下啊，就是普京能听得懂的就是炮声，只能听懂大炮的声音。说在此背景下，他对美国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承诺表示欢迎，同时表示啊，欧洲有实力和手段在防务支出和军工生产上超过俄罗斯。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主要盟友一起，欧洲更加强大。欧盟及其伙伴的 GDP 总额是俄罗斯的25倍以上。这种背景下，欧洲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政治意愿。我们必须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制裁那些帮助俄罗斯维持其战争机器运转，并阻止那些支持俄罗斯获得石油和天然气利润的人。我们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俄罗斯的经济正在苦苦挣扎。我们现在不能放松任何制裁措施。说到制裁啊，这个印度时报彭博社1月28日、2月2日报道啊，说俄罗斯使用受美国制裁油轮向印运输石油，以测试印度的胆量。你看这很有意思啊，这可是印度时报啊、彭博社报道的，说1月10日，美财政部制裁3艘俄油轮，据悉该油轮运输俄油至印度。对此，印度表示仅允许在1月10日前完成装载的油轮进入港口，并必须在2月27日前抵达印度。然而，俄受制裁油轮运输的石油均为1月10日后装载。这分析人士表示啊，自美财政部制裁俄油轮以来，尚未有明显迹象表明俄资金流入减少。俄继续采取相关措施，向亚洲各国买家运送石油。说目前赴印船舶运输油量为平均每日136万桶，从俄港口至印航程约1个月。印度啊，试图利用时间差，寄希望于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减轻拜登限制措施。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啊，他们的经济专家如何预测卢布的汇率。2月4日消息啊，俄罗斯联邦政府下属金融大学副教授、经济学教授叫彼得·舍尔巴琴科表示啊，2025年1月卢布升值了 4%， 达到1美元兑98卢布。在俄罗斯卢布的谈话中，他还描述了这位俄罗斯经济学家从季节性角度解释了卢布的增长，指出1月和2月是进口商对货币需求较低的月份。据他称啊，其他因素也对卢布汇率产生了积极影响，即进口商为纳税而出售货币的增长和油价的上涨。你看看啊，就是油价上涨有利于卢布的稳，这就是为什么要压油价的原因。说专家认为，至于2月份的预测，除非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否则美元汇率可能会继续保持在1美元兑90到98卢布的范围内。到2月底，美元总卢布汇率可能在95到99卢布范围内略有上升。如果制裁加剧，美元可能会暂时走强至1美元兑105卢布。这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啊，一个油价上涨，第二个美国制裁加剧，这都对美元和卢布的汇率啊产生影响。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俄罗斯人呢又抛出了和谈条件啊，这是最新的2月4号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叫波利丘克表示啊，俄罗斯已准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可以在2022年伊斯坦布尔文件基础上进行。他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了这一立场。波利丘克说啊，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是可能的，要求乌克兰的中立、不结盟、无核地位，以及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以及不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外国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他说，为了开始俄乌谈判，必须解决泽连斯基非法性以及他禁止与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的法律有关的法律问题。这个不叫俄乌会谈，这个是俄罗斯宣布或者俄罗斯责令勒令，最后警告乌克兰投降，这哪是什么和谈？所以俄罗斯人恐怕还在梦中，这俄罗斯人在梦游状态。他要乌克兰啊中立、不结盟、无核地位。乌克兰已经挨过一次揍了，他还中立吗？中立就意味着下一次还要挨揍。不结盟，这乌克兰要加入欧盟，你要加入北约。无核地位这倒好说，非军事化、去纳粹化，让乌克兰既不能加入什么组织啊，不能加入北约，不能加入这个，不能加入你的中立，完了这个你还不能有军队，非军事化，完了去纳粹化，那就相当于把乌克兰剥光了放哪？你这不就俄罗斯人不都在梦游啊？所以说这个俄罗斯人他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你要不把他打服了，你永远是在跟一个流氓在谈判。就这个还限着让泽连斯基下台，因为只有换一个亲俄的人上台才能签这样的叫卖国条约啊。当然了，一说到这儿啊，那对南方某大国来说，那真是两眼都是泪啊。那他就这么干过。如果普京这个阴谋得逞，那实际上就是文明的倒退。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
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